已经低货的时阵，就是讲应该有一个高网有一个遗憾嘛。啊，这个已经恢复了，就变做无害的 extent。所以即摆市面上才有这个物件。啊，这市面上顶个就是讲，林志升告美国3个告诉，吼，第一个告诉地方法院甲咱讲做，这个台湾人无国籍，但是因为这是属政治问题，我无得处理。第一个告诉地方法院甲咱讲，第二个告诉高等法院甲咱讲，台湾人过去60几年来无一个互国际承认的合法的证据。伫这60几年内底，台湾人足可怜的，生活的政治地下底，吼。这第二个告诉，第三个告诉，咱上一日甲高等最高法院的时候，最高法院甲咱讲做维持原判，就是高等法院讲的，遮就拢起来，啊，伊也无法度甲你做进一步。所以伫这个过程内底，伫这个辩论庭吼，伫个高等法院你要宣判这个辩论庭内底，阮差不多拢阮对了。迄3个法官问美国的司法部的这个律师，迄一个少年查某囡仔哈佛毕业，伊来问，大家看足清楚诶。伊讲，我甲你问，吼，旧金山合约对签订到今仔日有做任何修改？伊讲无。啊，我问你，安尼这个合约是有效啊无啊？美国爱遵守啊，毋免遵守，美国爱遵守。连续迄个法官吼，其实用足一时间去问这个美国的司法部啊，这个律师，伊上问到上到讲 I'm shaking， 伊甲你踹。甲上尾是咱安那是拢无讲照咱的迄个，就是讲这也是谈到证据问题，因为美国总统才有权利来解决这个代志。所以根据这3项，咱修改咱的政策。台湾人到目前，敢若提出5个告诉，头前3个是林志升伊对台湾10个人代表来告，后壁就是咱在地台湾人提出来告。咱第一个告就是替阿扁啊，申冤就对了，吼，迄个军事法庭，迄是咱送的，钱嘛咱出来，吼，台湾提 credit， 但是咱拢无讲话，就是咱才出，吼 ，OK。第二个告诉就是我咱大家报告，就是讲。这个高法，咱是要安怎用这个？这是咱的借口，哦，啊，无比这个条款。咱是要用法律问题来解决证据，法律依据来解决证据。因为美国法官我甲咱讲啊，证据问题我无来处理啊。啊，即马咱提出来就是讲，我这个高法这个制度对无？是伫美国发现的咧，啊，受害者嘛美国人的，对无？所以当然而且咱有资格来要求赔偿，哦，啊，即马照咱统计啦，吼，是讲是安怎咱会当要求赔偿，就是讲，这个台湾其实有讨论过这个代志，吼，台湾上尾一摆修改的时阵是2003年，啊，变来做总统的时阵，伊捌讨论过这个代志，就是讲两岸关系条例的时阵。第63条讲这个代志，伊讲伫中国吼，伫中国地区所发现的遐证据，伫2边还未统一以前，台湾袂当处理这代志。哦，但袂当处理，但是受害者无可能过10年、过100年去等嘛，所以即摆提出来告。啊，咱要告的上主要就是讲，要用这个证据，这个法律的依据。来解释证据的问题，咱的告诉头到尾拢讲中华民国就是流氓政府，中华民国对咱无主权，咱头到尾咱的告诉头到尾就来写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希望伊会当推定了，哦，啊，来迄个即种小可耽误，就是讲咱送命这个过程，是讲真正互告的人是拍永久因伫台湾。所以，这个 deliver 小有问题，要安怎个这个物件送回困难，咱即摆已经有第一个 deliver 已经送去，后签落转来，哦，迄是用体送的对啦。即摆我阁透过有人，要用人亲身摕去哦，这个
万六的同时，迄个国民党也不满六头，国民党的迄个党部咧，互伊签署迄个决定。反正即摆个人看了超过6分钟，啊，开定就是真精彩，因为这个真正讲，咱这过会行啦吼。国民党啊，当选了无去，国民党就 out。哦，这是迄个。第二就是讲，真正讲，咱做咧讲规保这个代志哦，而且会当做一个政治。啊，上主要就是讲，台湾人会当伫即个过程内底了解，就是讲，过去支持中华民国实在是了时间，确实了时间。台湾以前，台湾还未独立啦，台湾还未建国啦，台湾毋是一个独立国家啦，到目前也毋是啦。啊，但是过去你若讲咧，有台湾人有台湾人错，啊，实际上事实就是事实。咱咧行正确的路，咱才会行出。哦，这就是大家即马保守发展这方面的方式。我补充一点，我要回答你拄仔迄个问题吼，到底是福摩斯civil government还是台湾civil government？伫即本吼，还是你去台湾迄个 civil government.nin.com 内底，你可能会当找到即个台湾事务局报告室内底一个即个政府的组织图，吼，政府的组织图同顶悬有3个 office。一个是台湾人民政府、台湾总统，啊，伊是行政权，拢总是台湾人民政府、台湾民选总统的手内，吼。但是伫即平行内底有迄个做国安参谋联席会议，吼，即个平行线。啊，伫即平行线，即最右边遮是迄个美国台湾临时政府 USFG。这3个面，啊3项拢受直接伫美国总统，所以若为美国的观点来看，你是3项面，这叫做福摩斯civil government。啊，你若为台湾人所谓行政权是伫遮，你为遮看得起来，你是台湾的政府。我这2、3工以来吼，我会发出去，伊要看比赛来对无？拢总135页咧。啊，你若有一天，你台湾独立，你即2个爱摕了，嘿，你就是台湾一个哦，政府台湾国。OK，啊，咱还袂讲这个。我冇睇。哈I'm okay. 安尼会使咧。我你讲真。Are you going to career and then you go to Washington D.C.? I'm retired already. Oh, you retired already? Oh, okay. Get ready, you're ready. Otherwise, how can I do this? 变成那样。伊讲美国邀请即个平民政府，互咱有一个所在做办事处。这 that mean 讲，伊就是默许默认的咱即个成立啊，吼，所以这是好现象，这个应该 spread 啊。但是这个 spread 的时啊，吼，有 risk 啊。我所谓 risk 讲，对岸。伊会迄个施压嘞，一定会啊，一定会文啊。宣方面啦，哈，文宣武赫也许。所以你啊，那着安尼来有的时候，是毋是有伤害啊？是讲安那？虽然照你讲的是有迄个 underground 的 help， 哦，当然是国际就是讲有安尼，才有法度成立。但是迄个地下subway啊。哦，对啦，毋是啊，我是讲伊啊，施压是，恁要安那？恁要有哪一股力量会当去说服美国，迄个真坚持 stand up 来为台湾。小可有甲我教几步啊，吼。咁样我这 office。